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我们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，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。各位弟兄姐妹以及线上的朋友们，大家平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我们来唱我们的第一首歌《拣选》。十字架的大能，总加赎回我灵魂。你恩典是我被拣选，叫我生命果子长存。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，坚固我，接近我，为神做你门徒。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，你爱拥抱城市，建立合一教会，赐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求主用我们来赢得这世上更多的灵魂。求主接近我，坚固我们，让我们为神做你的门徒。十字架的大能，十字架的大能，总加赎回我灵魂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，叫我生命果子长存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，坚固我，接近我，为神做你门徒。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，你爱拥抱城市，建立合一教会，赐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，坚固我，接近我，为神做你门徒。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，你爱拥抱城市，建立合一教会，赐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我们一起拍手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。主，祈求你差遣我们每一个人去传扬你的爱，让我们来爱拥抱这个城市，这个世界。主，你是我们喜乐泉源，你使我们欢欣跳跃，你使我们自由的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。你是我喜乐泉源，你使我欢欣跳跃，你使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。你使我永生盼望，你爱有无比力量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你应许不会改变。你的宝血有能力，能医治一切的伤口，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，成为祝福。我们高举你生命，我们要高举你生命。
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。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主，我们要高举你圣名，因为你是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。你是我喜乐泉源，你是我欢欣跳跃，你是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。你是我永生盼望，你爱有无比力量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你应许不会改变。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，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，成为祝福。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。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。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欢迎你降临，愿你设立宝座在我们这里。主，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的赞美你。主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，我们每天都要不住寻求着你。我们昼夜的祷告，为这世代呼求。我们等候主，不住寻求你面，昼夜的祷告，为这世代呼求。侧耳来垂听，谦卑悔改声音，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像云彩围绕，充满在这地。圣灵如风的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，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。向儿女，儿女会转向父亲，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。我们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我们在这世上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，每一个世代都要合一来敬拜你。我们等候主，不住寻求你面，昼夜的祷告，为这时代呼求。侧耳来垂听，谦卑悔改声音，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像云彩围绕，充满在这地。圣灵如风的吹进
每颗枯干的心灵，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。父亲会转向儿女，儿女会转向父亲，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不停的叩门，不停地叩门，不停地寻求，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，不停地祷告，不停地呼喊，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。主，我们在叩门，我们在叩门，我们在寻求，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。我们在祷告，我们在祷告，我们在呼喊，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像云彩微浪充满在这里，生命如风的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，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。父亲会转向儿女，儿女会转向父亲，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。父亲会转向儿女，儿女会转向父亲，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感谢你差遣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主，也求你差遣我们，将这爱传给这世界上的所有每一个人。主，我们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。主，也祈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做接下来的礼拜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请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用使徒信经来信仰告白。请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。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奉献请视线的同工。
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万军的耶和华，荣耀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所创造，我们的一生是你所引导，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你有满满的恩惠，又有慈悲怜悯的爱。你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人，你将我们隐藏在你的翅膀下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如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，全人类处处充满了弯曲悖逆，罪恶的捆绑行为遍行在全地，以致百姓要攻打百姓，国要攻打国。上帝的律例没有人愿意遵行，上帝的话语和教导没有人愿意听从。所以全人类陷在一个艰难困苦的日子当中，病毒、瘟疫遍满全地，全球的经济一直在衰退，人类的生活方式被改变了，人与人的距离改变了。主啊，这岂是末日的兆头吗？天父上帝，我们要同心合一来向你恳求你的赦免与怜悯，求你掩面不看我们的罪，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孽。求你为我们创造清洁的心，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们，使我们离开你的面。不要对我们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仍然是我们救恩之乐，是我们有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。今天是圣灵降临的日子，我们要透过圣餐，再一次与主耶稣坐席，领受主耶稣圣体宝血所为我们做成救赎的大爱。我们将今天一切的颂赞、荣耀、敬拜、圣餐，都仰望在主的面前，求主悦纳。这时候，我们也一起用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，一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报告，请我们看周报的内页，第3页。教会消息：第一，本主日为圣灵降临节，是普世教会的生日。感谢主耶稣救赎恩典，让我们能常常经历复活重生的平安与喜乐。本主日举行本年度第3次圣礼典，感谢主耶稣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。第二，为使爱餐服侍同工有更友善、便利的工作环境，教会1楼厨房、料理区正在进行全面的改装，预计在6月中旬完工，请敬请期待。第三，6月6号到7号，台北中区牧者退休会，本教会2位牧师都会前往参加，地点是在宜兰。第四，近期请留意个人的身体状况，若有确诊、居家隔离或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的状况，请务必遵照防疫的规定。愿主的医治与平安与大家同在，愿主保守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。第五，请各团区会长于5月21日以前提交第3季7月到9月的团契活动以及服事排班给干事来会诊。还有一个第6项比较晚列出的这里没有登录，我来报告。
就是我们的同工，也是我们乐团的同工，长久以来都在教会服侍，也在教导主日学。就是以家，在6月11号要到要去先登记公证结婚的事情哈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所有的婚礼跟宴席都要延后。那他们会就下个礼拜6月11号会去登记结婚。我们恭喜吴家，博翰之后博彦之后又有妹妹也要结婚了哈，她是我们姐姐哈。对，她是我们长久的同工，是乐团长久的同工。我相信乐团一定非常的不舍，她要离开到高雄啊。那教会也真的是少了一位主日学的好老师哈。不过她一生的服侍，我相信上帝一样是眷顾他们前面的道路，也为这个家庭我们献上祷告和祝福。好，团契消息。第一，松联琴社以及妇女团契因着疫情的发展，6月份的聚会皆暂停。第二，社青青少年团契因疫情处于高原期，6月份维持线上聚会。儿童主日学亦调整为线上教学。这里奉献的部分，若是有什么出入，再向会计来更正。接着我们来看圣经。圣经约翰福音书20章19节到23节，约翰福音书20章19节到23节，在新约圣经126面，新约圣经126面。请听我来读19节。那日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。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，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。说：“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”接下来祷告，牧师讲到，题目是奉差遣的团契，请牧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想在时代在进步哈，许多国家级的警报系统，像过去都是有台风警报，然后地震警报好像也是在这几年陆续建构完成。然后最近更进一步就是社交安全 APP， 好，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警报。只不过这个警报，当这个警报响起哈，我们知道这个有警报要来是一回事。那我们要做出怎样的反应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在警报响起的那一刻，我们到底是要选择认真去面对，还是完全忽略不当一回事？我想真的是见仁见智。这些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把 PPT 放在经文的那一页就可以了。一路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，在耶稣无预警的，对他们当时来讲他们觉得是无预警的被钉在十字架之后，仓皇失措的聚在一起。讲无预警其实不那么正确，因为其实耶稣在稍早之前就已经有预告、有预言他要受难，而且不只讲一次而已，还连讲3次。我要受难，我要受难，我要受难，讲3次还蛮重要的哈，再三提醒。只不过耶稣的预告，门徒在当时完全不当一回事。对于不可知的未来，对于无法掌握的现况，门徒选择忽略，避而不谈。当耶稣果真就如他所说的，遭遇一连串让人无法想象的苦难的时候，他先被逮捕、被戏弄、被鞭打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
受死、埋葬，降在阴间。门徒在惊慌逃窜之余，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把门窗通通关得紧紧的，完全不想被打扰。他们需要好好的想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一些事情，一连串的事情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们实在没有力气再去应付更多突发的状况，就好像我们讲说地震，突然一个很大的地震来，然后有很多余震，因为余震我们会觉得说不要再摇了，不要再摇了。那摇过一次，我们就觉得哦，我惊到啊，然后可能该躲的也躲，该闪的也闪了。可是那个余震一直不断来的时候，那个心啊，真的是那个信心，自己能活下去的信心会慢慢，会很快就会崩盘崩掉。所以这群门徒，他们真的是没有力气再去应付更多的突发状况，甚至没有力气安慰彼此。他们躲在一起嘛，他们也没有力气去安慰别人了。他们所剩的仅仅的一点点的力量跟勇气，只能面对自己的内心啊。他们只能剩下一点点最后力气去面对自己的什么？可能是自己的失败。到如今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？到如今也都是我之前选择所造成的。好，他们面对自己的内心的恐惧，在门徒的脑海，在当时各种跑马灯的一些想象跟事件，不断的从他们的脑海当中闪过。当初信誓旦旦要跟随的耶稣，撇下一切要跟随耶稣的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呀？到如今我跟着他，我所投注的时间、金钱，难道都做白工吗？都白费了吗？我所跟随仰望的，到底这个耶稣到底是谁？既然那个跟他钉在旁边的那个强盗或者是兵丁没错啊，他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儿子，为什么不能救他嘞？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呢？难道我对耶稣的认识有什么误会吗？门徒也很担心，我自己是不是下一个就被抓的人啊？我会不会耶稣这样子一路这样的下场，会不会下一个就是我？我之前在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没有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然后被人家逮到了什么把柄啊？开始那边闪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怎样？罗马的兵丁会放过我吗？位高权重的那些犹太人、那些宗教领袖会放过我吗？即便他们放过了，那然后呢？未来的路要怎么走？我的亲友、我的亲戚、家人，我要怎么去面对他们的责难？面对他们的耻笑？当初学什么耶稣嘛？跟那个人，你好好的鱼不捕，你好好的税吏不做收税，你要去跟那个耶稣，搞错啊！你看吧，现在大难临头了吧？世界之大，似乎没有我们容身之处啊！这群门徒显然是一群失落耶稣基督的团契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他们是一群失落耶稣基督的团契。在一间门窗紧闭的房子里，一群紧闭心门的门徒聚在一起，他们没有任何对话，也没有任何动作，一切仿佛都是静止的，他们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耶稣再一次的无预警的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很难想象，这真的是个奥秘。耶稣怎么样穿墙而过啊？他不是幽魂欸，他不是幽魂，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种飘飘，有没有？那种飘飘，就这样就这样过去了，不是啊？因为在圣经的记载，他还会吃东西耶，他会肚子饿，他会跟门徒要东西吃。所以它是有实体的，总而言之，这个时候耶稣就突然就穿墙而过，站在这一些门徒的中间。复活的耶稣跨越所有的限制，来到门徒当中，跟门徒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其实这个平安，耶稣也在更早之前。也有跟门徒讲了，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耶稣有说：“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在我里面有平安，我已经胜过世界。”这个平安，耶稣也早就赐给他们了。可是呢，就像对于耶稣预言他要受难的这件事情一样，门徒好像平安，大概就过去了吧。
像我们现在一般碰到弟兄姐妹都说平安，子瑜平安，伯彦平安，宇翔平安，婉柔平安，牧师平安。平安，平安啊！就这个平安好像有点没有扎在心里面的那种实际感，就是好像就是一个问候语，一个习惯的问候语而已。对那些门徒一样，耶稣当初所赏赐的平安，还有现在耶稣穿墙而过，就在他们面前，他讲的愿你们平安的这个平安，门徒还在想，然后呢？好，他们还在，他们的心还漂浮在那个半空中。对于耶稣这个平安的预告也好，受苦的预告也好，门徒不当一回事。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将耶稣基督的话不当一回事？因为在圣经里面，当耶稣预告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，但是在它里面会有平安的时候，往往我们会抓那个重点字，我们会抓有平安，然后把那个苦难忽略掉，用立可白涂掉。我们要平安，我们在耶稣里面有平安，有平安，但是苦难呢，涂掉，没有，不想看，不想理会。然后当耶稣预告不肯背起自己十字架的，不配做他的门徒。我们都很励志，都很愿意做耶稣的门徒。十字架一样，立可白涂掉，没有十字架。讲到背十字架，没有吧，没这回事吧。然后当耶稣预告我们是连结在他葡萄树的枝子，是需要被修剪的枝子，我们一样，我们依然只是选择性的。是啊，我们是连接在他葡萄树的这个枝子啊，但是我们不想被修剪，我们不想被修剪。于是，当我们真的面临到所谓无预警的苦难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十字架需要被修剪的时候，一时之间，我们可能也会像那些门徒一样拒绝接受事实。我们会试图捍卫自己的自尊，想要躲避，想要逃跑，像彼得一样否认耶稣，像彼得一样否认他自己跟耶稣的关系，感觉自己是好像被主抛弃、被主遗忘了，甚至还会有人觉得自己被主耶稣出卖。一时之间，我们对自己也感到疑惑，甚至否认自己，对自己感到很失望。我当初怎么会做这个选择呢？对自己感到很失望，然后只想把自己关起来。不可否认，当我们面对人生中很难的选择，或者是碰到一个人生难题的时候，我们确实需要有一段安静独处的时间。然而在这段安静独处的时间，我们需要邀请耶稣走进我们这不安的内心，我们需要耶稣指引我们、调整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继续走向他为我们预备安排好的那条路。在那段安静的时间里，我们不是任由自己的心里对耶稣的疑惑不断的扩大，我们不是任由自己对上帝的信心崩塌。在那个实在需要安静独处的时间里，我们应该是要迫切渴望亲近我们的耶稣，迫切渴望耶稣能够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相遇，而不是从主面前逃走。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是如此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当我们碰到人生重大困难难题的时候，碰到所谓无预警的事件，往往有的人会选择逃避，不来参加聚会了，把心门关得紧紧的，不愿意分享，不愿意对话，想把所有的人都挡在门外，包括耶稣。当然也是会有人继续来参加聚会，只不过呢，他很技巧的隐藏自己的伤痕，隐藏自己内心的那个对自己的纠结，他不想被否定，他也不想被看扁。有些人来到教会就只想呈现光鲜亮丽、最美好的一面。我们讲现在的人叫做偶包啊，所以有人说偶包很重，这样子就偶像包袱啦。
但就在我们一直试图隐藏自己的软弱跟挣扎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在自我否定。否定什么呢？否定我所选择的这个信仰是错误的，否定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完全没有保守，完全没有恩典，完全没有任何的作为。就好像那一些躲在密室的那些门徒一样，他们无法很大声的像使徒保罗，他们没有办法像使徒保罗蛮有信心的夸口自己的软弱。使徒保罗他说，他常常夸口自己的软弱，因为当他夸口自己的软弱的时候，就证明了上帝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彰显。如果耶稣没有受苦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，哪来的复活呢？如果耶稣一直以来都活得好好的，然后死一下就复活了，1秒钟瞬间的事情，哇，复活了。那复活又有什么好稀奇的？如果耶稣从来没有死过，真的复活没有什么好稀奇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像保罗蛮有信心夸口自己的软弱，那么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夸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得胜跟平安。所以，正当那些心门紧闭的那些门徒看见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，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平安真的还没有很扎实的扎在那些门徒的心里。接着，耶稣就20节。当耶稣说了“愿你们平安”，其实门徒都还没有反应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在那个场景，如果是我们听到耶稣说“愿你们平安”，可能还没回神过来啦，应该这样讲啦。整个还可以魂游向外，还没有回神过来。然后耶稣紧接着20节，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耶稣被钉十字架嘛。十字架有钉痕嘛，他的肋旁也是被罗马士兵去用那个长枪去刺的嘛，肋骨这边被刺了一个洞，钉痕这些伤痕，耶稣把他身上的伤痕展现给门徒看，门徒一看就怎么样？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这是有被害妄想症吗？为何门徒一看见耶稣的伤痕就认出耶稣？为何门徒一看见耶稣伤痕就喜乐？为什么平安不能之前的平安不能带给他们喜乐，反而是看到伤痕能带给他们喜乐呢？因为在那个当下，耶稣过去所预言的事情都成为一个见证的记号，成为耶稣他果然从死里复活的见证。成为耶稣他果然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见证。门徒内心当他们看到这些耶稣身上的伤痕的时候，门徒内心当初那些自我否定的那些心里的那些黑暗，他们生命当中的所谓的伤痕，因着耶稣的复活得到了医治。他们的胆怯与失败，他们的逃避跟埋怨，那些原本他们门徒打算永远隐藏在内心深处，不愿让外人看见的那一切，那些伤痕，在耶稣的伤痕面前，在门徒聚集的这个团契当中，都成为他们在耶稣基督里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与记号。复活的喜乐绝对不会只停在那一天晚上。上帝如何差遣耶稣，如今耶稣也照样差遣他的门徒。耶稣在这个时候，22节说，耶稣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了。”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领受圣灵吧。”这个动作又是一个预告，是一个预告。预告在不久之后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门徒必领受圣灵的大能，圣灵必充满在门徒的生命里面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将这个平安，真实的平安传出去，让这世上一切被罪捆绑的人有机会得到赦免，让所有被鞭打的人
被世上各种残酷的眼光、各种残酷的现实鞭打的人都有机会得到医治。然而，在等待这个圣灵的过程当中，这些门徒已经跟以往不一样了。同样是平安，这个时候门徒非常的确定，他们的平安是实实在在的平安。这群门徒不再是失落耶稣基督的团契，这群门徒用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生命继续他们的团契生活，他们一起在耶稣的平安里沉淀、调整自己，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坚定自己的信心。所以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当上帝的呼召临到，他们不再是当初那个胆怯逃跑躲避的门徒，他们已经是一群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愿意随时被修剪，愿意随时被差遣的门徒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被受主差遣之前，我们真的是要学习面对自己的失败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不太愿意面对自己的失败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也不太愿意在别人的面前展现自己的失败。其实，对于生活在黑暗权势掌权的世界里的我们，这都圣经讲的，不是牧师说的。好，以弗所书，我们活在黑幽暗世界掌管的，我们要穿起怎样？我们最近的读经进度嘛，好，这几天就会读到以弗所书，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啊。上战场打仗的人有不受伤的吗？后勤部队才有可能不受伤了。你在第一线上场冲啊，那些人，那些军人，有不受伤的吗？就算不被子弹打到，在他在匍匐前进的时候啊，在各种的时候，他都可能会被刮伤、刺伤、被磨伤，或者是被怎么样，就是会受伤。所以苦难、受伤，我们身上有伤痕是家常便饭。在世上所遭受的苦难与伤痕，其实不是失败啊。就像我们有篮球队的嘛，好，打篮球不受伤的吗？一定有嘛，得胜的记号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也从来不轻看这些伤痕，耶稣也从来不轻看这些苦难，因为他自己本身就经历过。耶稣他自己经历过，在世人、在众人的面前，他当初是这么被高举哦，要和撒那和撒那，奉主名来的是一当称颂的，被高举成像君王这样子。虽然他不是骑着白马，但是他也是被众人期待捧得高高的，哇，抬轿子，大家都很会抬轿子。然后到了这一刻又被摔的，他们又把耶稣重重的摔在地上。让耶稣赤身肉体的，然后就背着那个十字架，在之前还一直被鞭打，皮开肉绽，多丢脸啊！讲坦白话，今天如果是牧师这样子，我看我的家人，可能大家认识我的人都躲得远远的。哦，有够丢脸的，我怎么会认识黄之梅啊？他今天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超级丢脸的，大家都想躲哎。耶稣经历过这一切的羞辱跟苦难，耶稣自己经历过这些伤痕，但是在耶稣身上的这些苦难与伤痕，反而是见证他如何从死里复活的记号。同样的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些苦难跟伤痕，也必定会成为我们如何靠着耶稣得胜，靠着耶稣在他里面有平安的一个见证跟记号。在耶稣的平安里，我们的生命中的这些伤痕，见证我们如何靠着耶稣走过、越过这一些黑暗。这是我们的见证，是我们的荣耀。当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们就不会去花心思去试图遮掩自己的伤痕。我们不用花费心思去遮掩自己的苦难。当然，我们也不需要好像很白目这样子，就大辣辣的哦，我就是很苦啊，怎样，不需要这样子。
但是我们不会去刻意的去遮掩，我们更不会逃避自己的呼召。教会，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一群奉差遣的团契，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团契当中学习如何用基督的眼光，用基督真实的平安来看自己，也看待彼此。当然，世界的眼光不是这样子的。牧师不是要你们，我们是羊群进入世界，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有灵巧，好，灵巧，我们不会去，因为世界就是不太容许我们展现自己的缺点。OK， 上帝赐给我们灵巧智慧，去面对那些世界用世界眼光来看我们的人。但是在教会里，在耶稣基督的团契里，爱的团契里，我们如何在这个团契里面学习用基督的眼光，用基督的平安看待自己的失败，然后我们勇于分享，并且勇于揭露自己的伤痕，见证自己如何靠着耶稣得胜。因为当我们愿意揭露我们的伤痕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轻看彼此。那些如果会轻看你的人，那他们要对自己、对上帝负责。因为当我们揭露我们伤痕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相信。如果我们一直不敢揭露自己的伤痕，那就是其实我们还不相信耶稣哎，因为我们不相信在他里面会得胜，我们不相信在他里面会蒙他保守。如果我们还是常常要隐藏自己的失败，只将光鲜亮丽的一面展现在团契当中的时候，那我们其实还是靠着自己活着，靠着自己得胜。我们不是靠着耶稣得胜，也不是靠着耶稣活着。所以，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在团契里面分享我们的软弱，见证耶稣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得胜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生命得胜有余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得到赦免。我们也会得到赦免，因为我们如果不这样做，就代表我们不信嘛。我们不信就是犯罪。当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没有100%的信心的时候，其实在上帝里面就是犯罪。但是当我们愿意有借着这样子的信心，借着圣灵的大能，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权势，那当我们勇于在别人面前揭露我们的伤痕的时候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他揭露他自己的伤痕，那么我们就能得到完全的释放与赦免。我们都是有血有泪、有喜乐、有伤痕的人，我们也都是耶稣基督活活的见证人。世人所遭遇的苦难，我们没有办法避免；当然，世人所经历的欢乐，我们也会领受。只是不同的地方在于什么？在基督里的平安与喜乐是不需要遮遮掩掩的，是不是那种虚伪短暂的平安，更不是硬挤出来和浮夸装饰的那一种喜乐。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与喜乐是实实在在的，是实实在在的，可以跟着我们、跟随着我们，甚至追着我们跑的，一直到永远的平安与喜乐。建造一个奉差遣的团队，是身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。建造一个奉差遣的团契，首先要从我们自己做起。我们不能轻看别人的伤痕与软弱，我们也不要轻看自己的伤痕与软弱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他的伤痕成为我们得救的盼望。如今我们教会，我们这一个奉主的名被差遣的团契，我们也是靠着圣灵保惠师，我们是借着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们心里。我们是一群在这世上道成肉身，在这世上展现给世间人看的团契啊！当我们用主的真理的话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，当我们好好的以基督徒的身份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道成肉身。耶稣当初如何道成肉身在我们的中间，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福音。如今我们也要借着
耶稣复活的大能，借着圣灵保惠师的带领，我们道成肉身，在这个世上，在这个充满黑暗权势的世上，道成肉身，做光做盐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，在苦难与伤痕当中得胜有余，也不断在耶稣基督里经历从死里复活的平安与喜乐。如果我们真的能用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好好的活着，传福音其实没有什么那种业务员的花招了，我们不用去学那些业务员的花招。只要我们能够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好好的活着，好好的在这个充斥着很多扭曲的价值观的世上，好好的以基督徒的身份活着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是一群奉主名受差遣的团契，就是一间能够荣耀上帝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领受圣餐。每一次我们擘饼，就象征着耶稣基督如何为我们受鞭伤，如何为我们破碎，如何经历了那些苦难。也因着这样子的破碎，因着这样子的记号，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而我们是与他合而为一的团契，我们也一定可以在破碎、受伤、受苦难之余，我们一样也可以在他里面经历从死里复活这样子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圣餐，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与他是一体的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。他的伤痕，在我们生命当中也都找得到，而我们所受的苦难，耶稣也都知道。但是他不论我们是在信与不信当中，我们或许有所摇摆，或许我们像那些门徒一样，有的时候非常有信心，有的时候又非常的失落。但是不论如何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。我们在与主同坐席的时候，在他的饼与他的杯的祝福底下，我们要重新享受在他里面的平安跟喜乐，因为他挽回了我们，他赎回了我们，他救赎了我们。接着我们要进行圣餐礼。待会牧师也会做，因为现在防疫期间，牧师也会做一些该有的消毒。那待会我们依序来到前面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不用太急，就是每一个，就是下一个领圣餐的弟兄姐妹，等前一个领完饼杯之后，再往前来，好，不用急着，一定要很急很快这样子。我们慢慢的也在我们的默祷，在我们的感恩，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么丰富的恩典里面，我们一起默想耶稣如何为我们牺牲，耶稣如何不轻看我们的苦难，我们又如何的要跟随着我们的耶稣一起走向那复活平安的道路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。我们感谢主，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这个平安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恩典。耶稣所赐的这样子的平安，在我们这个黑暗的世代里，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。这个平安绝对不是我们口头上说的平安，平安如此而已。这个平安是我们确信，即使我们伤痕累累，主耶稣他都为我们缠裹医治，并且带领着我们如何在这个苦难当中得胜有余。我们会看见我们的主，看见圣灵如风吹进我们每一颗枯干的心里。是的，当我们的心灵枯干的时候，我们真的需要呼喊：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主，我需要你。感谢主，圣灵美好的灵，真理的灵，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唱我们对上帝的爱。我们等候主，不住寻求你面，昼夜的祷告，为这时代呼求，侧耳来垂听，谦卑悔改声音，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里。彰显，像云彩围绕，充满在这里。圣灵如风的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，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，父亲会转向儿女，儿女会转向父亲，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。我们等候主，不住寻求你面，昼夜的祷告，为这时代呼求，侧耳来垂听，谦卑悔改声音，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里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像云彩围绕，充满在这里。圣灵如风的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，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，父亲会转向儿女，儿女会转向父亲，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。不停地叩门，不停地寻求，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，不停地祷告，不停地呼喊，不救复兴临到这时代。
每颗枯干的心灵，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。父亲会转向儿女，儿女会转向父亲，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真是感谢你。是的，主，你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破口上。主，你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伤痕里。主啊，主，当你把你的伤痕展现给我们看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知道你果然是那从死里复活的主，你果然是可以胜过任何死亡权势的主。主啊，主啊，今天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圣灵的大能复庇我们，我们也必然可以向世人展现我们的伤痕，让世人知道我们是如何靠着耶稣得胜，我们是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有那真实的平安与喜乐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怜悯与慈爱、圣灵的大能，帮助你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，能够以基督徒一个身份站稳站立，刚强得胜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《带着回家》，愿各位弟兄姐妹都能带着喜乐、平安、恩典回家。一起拍手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喜乐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平安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恩典回家。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带着喜乐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平安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恩典回家。你是我最爱的天父爸爸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，会后我们可以互相交谊请安。